感谢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，今仔日天气真好啊！大家搁来到礼拜堂，同齐敬拜上帝。礼拜大圣，咱先来看下今仔日所要吟的诗歌，请咱看圣诗180首，圣诗180首，转灵181，同心而乐天父。181，歹势，同心而乐天父。咱做伙来吟一解。同心而乐天父，主尊仰我上帝，叫他明明无有无知，叫我天定。第二站来，阿拉耶稣尊仰上帝。是叫公热叫大手浪最过地门放手新娘。通常这首诗，大家咧吟的时阵，有一个迷思，就是伫最后迄个公热叫大手浪最过会有停一下，安尼吼。但是咱的破顶管无，所以。公乐叫大手浪最过，天门放三新命。这开始正确的唱法吼，不要在那边有一个顿点这样子吼。好，咱来看第二首的诗是216。216。我心全部听候上帝，这首咱来吟第一节。来，我心全部听候上帝，真求是。再个一届，第一节来。我心全部听候上帝，真求是你来，主在这我经过呀子，不管天下在。今日你有一个较特别的。听词是咱今仔日要守圣餐，所以请咱看364圣餐的圣诗，咱嘛来确认一解。食这饼，啉这杯，咱今仔日要唱的，就是会众的部分。好，请咱做伙来吟一解。364首。食这饼，啉。这杯，就讲我的因为个有个，就这表饮这杯，心可我的因为知道。搁一摆3来，就这表饮这杯。就讲我的因为个有个，就这表饮这杯，心可我的因为知道。咱会当发现，为181到216到364，速度是愈来愈慢吼。伊的歌第一首圣诗速度是100，吼，到咱
啉即个食这饼、啉这杯的时阵，伊的速度是76，所以咱爱用较平静的唱法来吟唱，伫心内思考，主要是为咱所受苦。咱搁做伙吟两摆，食这饼，啉这杯，来，食这饼，啉这杯，心我的因为高有高，食这饼，啉这杯，心靠我的因为祈祷。搁一摆，3、4，食这饼，啉这杯，主公我的因为高有高，食这饼，啉这杯，是靠我的因为祈祷。
着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学乐入伊的院，着感谢伊学乐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咱三甲用圣诗第181首，同心学乐天父来唱歌学乐主，请起立。徛伫用主祷文来祈祷。阮伫天顶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伫做亲像伫天顶。阮的日食伫哪里予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去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。你国、权力、荣光都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客引文第33篇，诗篇第139篇，我来客兄姐来引。上主啊，你有监察我、捌我。对真远，你嘛看袂出我的心思。我的所行所做，你嘛拢知。你已经知我要讲什么。你亲手保护我。遐尼关心，超过我的了解。走到倒位，我才袂当逃闪你。我若落阴间，你嘛伫遐；也是去到日落迄边。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，叫暗暝甲我惹早。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。我若要算比海沙较侪，上帝啊，求你监察我，在我的心思，求你指点我，互我无歹行为。同心祈祷，亲爱的阿伯伯，你是尊贵荣耀的主宰，我要敬拜你。你是阮的关台，是阮的石盘，是阮的避难所，我要倚靠你。上帝啊，阮真软弱，常常犯罪，求你照你慈爱怜悯阮，
求你照你丰盛的慈悲，擦消阮的过失，将阮的罪恶一尽洗除，互阮成做你圣洁的囝儿。亲爱的阿爸爸，愿知你对阮所存的意思是守续平安的意思，毋是降灾的，是要互阮尾景有光芒。伫阮面对恶担当的困苦的时，求你的引带甲扶持，求你加倍的恩典陪伴阮。透过每一摆的苦难，阮通搁较明白家己，也哪来哪明白主的意念。阿爸爸，你是阮生命的主，阮一生的年月拢是你赏赐的。求你，互阮过着敬虔的生活，互阮无伫敢顾家己的事，也着顾别人、顾众人的事，掠基督耶稣的心做心，将耶稣的疼带互别人，关怀亲友，也常常藏传福音的大使命伫阮心中，温困去传讲福音，引带人斗阵认捌主，得到生命中的真平安。伫疫情艰苦的即时，求主医治破病的人，嘛求主保守看顾的医护人员，求主赐阮平安，互阮面对疫情无过度的惊吓，嘛求主使政府有智慧来做防疫的决策，对经济受到影响的困苦的百姓，嘛有适当的措施，互影响降低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献歌队上赞。
上帝教导的话记载伫耶利米书第17章第5节到第10节。耶利米书第17章第5节，上主讲：我靠世间人相信肉体的溃烂，心离开上主的人，即款人会受咒诅。因会亲像沙漠中的细丛树仔，幸福来的时看袂到，因为住伫大沙的旷野，无人徛起的咸地。我靠上主，专心信靠我的人，即款人真有福气。因亲像树栽伫水边，定根伫溪水边，毋惊炎热。叶青翠无生，空闲的时拢毋免看路，话不断结果子。人的心比什么拢较诡诈，无药通医。什么人捌话头？我上主捌人的心，查验人的心思，要照逐个人的所做报应因。今仔日老牧师所要传达的信息是：无药通医的人的心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，阮踮伫你的面前，你监察人的心思，恁也知阮心里一切的看路。主，你用你的听充满阮，用你的话来祝福阮。愿你帮助阮，互阮对你遐领受恩典，领受快乐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兄弟大家平安。我咧看 WHO 吼，伊咧讲世界精神的健康，伊有一个活动的影片。伊咧讲精神健康有一个影片，即个名足趣味的。伊的名讲吼，我有一只乌狗。伊的名叫做有卒，我有一只乌狗，伊的名叫做有卒。其实伊这是对古早迄个英国的首相丘吉尔遐形容的。伊讲人心内底的有卒，若亲像一只乌狗，有机会咧，就甲咱夹条条，安怎拢袂放开。伊这个形容真有意思。有当时咱咧面对挂虑。咱咧面对济生命中间烦恼的事，那亲像有一只乌狗共款，甲咱夹到足暗的，夹到条条。咱安怎想要甲伊莫管伊，也是要甲伊赶走，一切拢是空。到伫上尾咱发现，迄只狗安怎愈饲愈大只，迄只狗愈饲愈大只，家己咧。愈来愈细，家己愈来愈细。原本应该是咱咧饲狗，结果咧变成做迄只狗掌握咱的性命。每一个个人会受到即只乌狗，即只叫做挂虑的乌狗，即只叫做有卒，也是恐惊是罪恶的乌狗所加掉。整个社会嘛共款。整个社会嘛会受到一个罪恶的溃烂所加着，毋知影到底要往倒行。耶利米出生的时代，一开始迄个王叫做马拿西。马拿西踮伫因的列王内面吼，大概会当算讲是上歹的王之一啦。大概是上歹的迄几个。伊即个人真败坏，施政也真腐败。所以整个国家陷入一个黑暗，真不幸。伊做王吼，阁足久诶，伊差不多阁做55年的王。所以真长的时间，整个的国家陷入一个黑暗的中间，亲像我头拄所讲的，一只乌狗，甲这个国家规个拢夹掉的。55年来，至到整个国家因的信仰已经两尾消失啊。后来期待久久，总算马拿西过身啊。
马拿西过身啊，换伊的囝阿门来做王。大家人期待讲，看换一个王吼，状况会当改善无？毋过真不幸，共款无效，共款犹原踮伫充满罪恶的国家内面，人民真生气。到伫上尾啊，阿门互人杀死，敢若8岁的囡仔约西亚继续做王。一个8岁的囡仔，伊承接老爸甲阿公所留落来这个遗产，这个遗产大概毋是真好的遗产啊，是一个真歹的国家。那亲像伊咧治理这个国家的时阵，有一只真大的乌狗，一直甲这个国家咬条条。伊想要知影，到底我应该爱做啥物？到底我会当做啥物代志？至少，互整个国家会当重新搁恢复吧。后来，伊决定，伊做了个决定，伊要对信仰这方面开始做改革，所以伊开始要清起圣殿这个规矩。就伫伊咧修理圣殿的过程中间，有一日，祭司发现一本册，伫迄个修理的过程中间，大家显出来讲有一本册，摕来甲这个王，甲约西亚王讲，这本册叫做《申命记》。这本册是因显出来《申命记》啊，所以当这个月记重新搁读出来的时阵，约西亚的生命中间得到真大的感动，所以真紧，伊决定讲要推动改革，重新来行这个律法中间一切的教导。耶利米踮伫这个时代，真做先知。真做先知，伊的任务是一方面，伊咧观察到底整个改革这个宗教的改革，敢会当得到成果？这是伊一部分的任务。另外一部分呢，伊需要透过宣讲上帝的信息来成做这个改革的内容。但是真紧就发现了，虽然看起来外表拢有改革，外表拢一直咧震动，但是迄犹原是外在，人的心犹原无任何的改变。侪人来到伫圣殿，侪人来到伫圣殿喊话讲，这是上帝的殿，这是上帝的殿。看起来是真热切，看起来真正就热心，就有期待，但是敢若是口号那尔，并无实在的对人心内底真正的改变。表面上咧倚靠上帝，但是实际上咧，踮伫17章内面头前第1节到第4节，迄个记载讲，踮伫远远的所在，伫山头，伫侪所在，遐拢有啥物咧敬拜阿舍勒女神遮会雕像。意思就是讲，看起来虽然伫中间圣殿这附近，圣殿的规矩是建立吧，但是踮伫远远的所在，大家人依然安怎？继续拜家己的偶像啊！虽然国家讲咱即马爱做改革，但是迄是国家讲的啊。我表面上遵守讲啊，爱来敬拜上帝，爱来敬拜上帝，但是实际上踮伫人所看袂到的所在，犹原拜偶像，犹原照家己的路继续去行。咱会当看到，即只乌狗甲整个的国家咬条条，安怎做？看起来拢无法度改变。这是耶利米所拄着的时代。咱对个人看到伫整个的国家，搁转来到咱每一个人也是共款。有当时啊，咱的心敢毋是嘛饲一只乌狗嘛？为什么我讲咱拢饲一只乌狗？因为咱有伤济看路，咱有伤济操烦，咱有足济感觉无法度改变的代志，咱有足济互咱感觉真正不舒服，真正足想要看到讲代志会当赶紧解决的代志出现。这段时间，我甲几个同工咧讨论啊，听因咧分享关心大学生的事工的时阵，校园团契校园团契，因的同工讲，咱知影无？一年之内，
校园团契处理少年人自杀的案件，超过过去几年来的累积。我听了我嘛足惊的。一年之间，干那咧处理大学生自杀的事件，都超越过大家人的想象。所以因讲，即马根本是干那处理这个案件，毋是干那学生自杀安尼啊。学生自杀了后边仔的同学，心内底安怎想？干那咧处理这个代志，都一直舞甲逐工的服侍，拢非常的忝。啊，所以因咧甲少年人对话的时阵吼，有几个少年人安尼讲。有几个少年人讲吼，毋知影为虾米，都雄对心内底有一个声音走出来讲，哦，压力足大的，压力足大的，都结束这一切吧。啊，我听了我嘛足惊的，啊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形？因讲这个少年人根本应该讲，因嘛毋知因咧想啥，因完全嘛毋知因咧想啥物。就是忽然间到伫一个坎站，伊就忽然间对心内底走出一个念头，讲啊跳落去吧。走出一个念头，讲甲这一切拢结束吧。啊，这个我的朋友继续甲我分享，伊讲伊的朋友有一个头家，伊的朋友有一个是头家，啊做生意做了真成功，家己的囡仔嘛考到真好国立大学。啊，但是伊的囡仔逐工拢咧化工。压力足大，压力足大。啊，这个爸爸吼，当然，甲这个囡仔咧沟通的过程中间，就咧问一个问题：啊，你到底压力有啥物大？我开一间公司，我爱派规个家庭的经济压力，我爱派足侪人的生活。你到底压力有啥物大的？啊，我遮尔拍拼，至少互你考到好的学校，至少互你踮伫物质的生活顶面拢无问题。你有啥物压力好大的？啊，伊讲了以后，咱想看觅有啥物情形？对迄讲了后，伊的囡仔完全无想要甲伊讲话啊。对迄讲了后，伊的囡仔无愿意阁甲伊要对话啊。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，我嘛咧想，咱定徛伫讲，应该无遐尼严重吧？咱徛伫啊，应该这会当真简单，就会当过去。即个立场，甲边仔的人讲吼，爱看较开的啦，啊，莫遐尼烦恼，爱想往好的方面来想的时阵，恐惊咱并毋是真正体会。迄个受着罪恶，也是受着迄只恶狗所困扰的人，心内底到底偌尼啊严重？当生命真正拄着艰难、拄着艰苦，找袂着新的方向的时阵，迄毋是干那咱对伊讲想较开的遐尼简单，迄毋是干那甲伊鼓励讲啊，我替你祈祷遮尼简单，是咱开始爱搁去认真想。到底伊发生啥物代志？到底身躯边的人发生了啥物事？啊，认真转来到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的时阵，咱嘛会当问这个问题是：有当时啊，当咱拄着生命真正困难的时阵，咱敢袂有迄款真想要赶紧解决的念头嘛？真想要赶紧解决的念头。因为咱拢足想要赶紧将问题解决，但是无想到讲问题背后的困难到底是啥物？咧甲人讨论、咧辅导青年的过程中间，定定拄着即款情形，想要赶紧解决眼前的问题，但是无想到讲眼前的问题看起来解决啊后壁咧。譬如讲，有当时啊咧辅导婚姻拄着困难的人。咧拄着婚姻拄着困难的人吼，拢会到伫一个坎站是啥物？一直咧想，敢会当离婚？敢会当离婚？当婚姻真正拄着困难，啊，踮伫足艰苦的过程中间，拢会走出一个想法，讲敢会当赶紧离的就好啊。啊，但是继续咧对话的时阵，我都会甲因讲，敢真正离的遮尔简单啊？离的敢若是眼前的问题解决，但是后壁是啥物？
感情的问题解决啊，但是你若是有囡仔，囡仔到底要安怎办？你若是有其他咱想袂到的，到底上尾咱会发现真正的困难是啥物？通常是点伫因的生命中间有一寡物件过袂去，但是这个物件过袂去的时阵，人都一直想要我赶紧敢会当解决，我赶紧看起来切断一切都会当结束啊吧。无想到讲到伫上尾啊，我就讲咱咧饲迄只乌狗，即只乌狗愈饲愈大只。愈饲愈大只，看起来是解决感情的问题，但是到上尾啊，咱受到伊的影响，咱一直无法度得到真正的自由。踮伫这段圣经内面，看伫第9节，耶利米书第17章第9节，上帝讲：人的心比什么拢较诡诈，无药通医，什么人捌得透？我上主捌人的心。查验人的心思，要照达人所做的报应咱。上帝话安尼咧讲，将咒诅甲祝福摆伫人的面前，伊咧听候每一个人做回应。但是看起来真简单啊！若是我遮尔清楚，就会当分辨啥物是咒诅，啥物是祝福。啊，我一定会要选祝福去并嘛。我若是遐尔简单就好啊。啊！对一个已经互迄只乌狗所颠盘的人来讲，若是遐尔简单，会当选祝福，就好啊嘛。所以上帝的话语咧提醒遮个人，外表是假的，外表是假的，咱必须爱转来到伫人的心内底，怎样甲上帝佮结连做伙。所以踮伫头前，伊才会讲：我靠世间人。相信肉体亏力，心离开上主的人，即款人会受咒诅。就是咱敢若想要我靠世间人，我靠咱所想的智慧，我靠咱相信一切的亏力，但是心离开上帝远远的人，这条路一定会通咒诅。伊讲幸福来的是你安怎拢看袂到。愈想要靠家己的气力，愈想要靠这个世间人的财物甲气力，当幸福来的时阵，你安怎拢看袂到。啊，祝福是啥物？祝福是我靠上主专心信靠的人，即款人真有福气。伊继续讲落，咱读这段就会想到讲诗篇第1篇啊。咱读到遮就会想到诗篇第1篇，讲因亲像树啊栽伫水边，定根伫溪水边，毋惊炎热，叶青翠无声，空闲的时拢毋免挂虑，话不断结果子。上帝搁一摆透过这个画面，要整个国家来讲，咒诅甲祝福。踮伫恁的面前，咒诅甲祝福踮伫咱逐个人的面前，咱需要转来到伫伊，咱需要真正转来到伫上帝的面前。有当时是，毋是遐尼紧想要靠家己的气力、财物来解决感情的一切，是咱需要看。树啊，栽伫水边，定根伫溪水边的时阵，这需要时间，这需要时间，这需要人的陪伴。所以，迄个人的陪伴是啥物？当咱拄着身边的人又有屈又有跨路，我讲陪伴毋是咱敢若甲伊讲想较开的啊。用一个敢若咧下愿共款的祈祷，讲要替伊祈祷。真正的陪伴是我愿意踮伫你需要的时阵，我踮伫你的身躯边；我愿意踮伫你感觉艰苦的时阵，我会听你讲话。我知影你到底为着什么困扰，但是我知影的是，我无答案。我知影的是，我无答案，除非。转到伫上帝遐，也无
我袂有答案。所以这是陪伴的过程，一个大家人需要学习的功课。其实我读这段圣经的时阵，我读到迄个无药通医，我哪读哪笑。读到迄个无药通医，人的心比啥物拢较诡诈。无药通医的时阵，我真正哪读哪笑。我咧笑啥物？我咧笑讲啊，到底咱到底拢咧做啥物？我咧笑讲，到底咱拢咧做啥物啊？咱拢一直想要靠足济家己的气力，靠足济家己的计划，也是边仔的人看起来，这个人较有经验，靠边仔的人的意见来互我所有感情的代志得到解决。但是咱袂记你讲，人的心才是真正的问题。人的心比啥物拢较诡诈，无药通医。咱爱知影，真正无药通医，但是后壁是啥物？无药通医是一回事，但是咱知影会当解决这个事的是上帝捌人的心，查验人的心思。所以，迄个无药通医是每一个人承认讲，我真正无法度。我真正靠家己的气力无法度改变一切，但是主啊，只有你知，只有你会当真正知影讲人的心咧想啥物。人的心真正无药通医，所以检测这可能是一个福气。咱知影靠家己的气力解决，无法度解决眼前所拄着的。但是，正做一个牧师，定定拢会受到人来问讲：牧师，这到底要安怎解决？牧师定定需要面对这个问题，就是大家人会带着性命的困难来敲找牧者，然后问讲：到底要安怎解决？到底照着读这段圣经，照着踮伫这个互动的过程中间。我后来发现，真正的答案嘛是干那迄个上简单的答案。迄个答案就是祈祷。迄个答案是祈祷，但是祈祷需要愈来愈进步。我所讲的是，咱的祈祷需要愈来愈进步，咱需要学习到底怎样祈祷。当我甲每一个人咧讲话的时阵，其实我嘛咧学习到底我要怎样替这个人祈祷，用安尼不断来反省一件事。我逐摆替一个人祈祷，敢会拢共款无？敢会也是一直拢是公式，套一个公式，一直照安尼复制起哩尔尔。我的祈祷会因为对上帝搁较宽阔的认捌，我的祈祷减过，因为我看真正愈来愈体会我身躯边这个人生命中间所拄着的问题，所以我的祈祷嘛受到上帝所天开咧。我的祈祷会哪来哪进步无？这是踮伫这个过程中间，我愈来愈体会，因为看到迄个无药通医的时阵，忽然间。我的心嘛哪亲像开去啊！我的心哪开，看到讲，即只乌狗若是无法度消灭吼，唯一的办法是啥物？你爱做伊的主人嘛？即只乌狗若是无法度消灭，唯一的答案就是照着迄个创造我的上帝，照着迄个掌管一切上帝的气力来饲一只狗。来饲即只狗，学习去观察伊踮伫倒落，学习去观察伊的存在，那亲像真正饲狗共款，甲伊互动，毋是祈求讲伊会当足奇妙，忽然间伊就消失啦。是伫即个互动的过程中间，愈来愈感觉讲，因为我所倚靠的是上帝，所以我会当掌握这一切，我会当掌握。伫我生命中间每一个烦恼、每一个跨路、
每一个功课，也照着祈祷的过程，看到讲上帝，你的恩典超越过咱每一个人的想象。过去一两天的时间，我陪这个青年人咧读圣经。伫读圣经的过程，因昨真正读了足忝的，因为对早起读到暗时，暗时搁爱上课，透过一个老师分享伊生命的故事。到伫上尾啊，青年人甲我讲，牧师，我感觉真正足奇妙的是，为什么这个讲师真正愿意讲伊生命中间艰苦的代志？我的同学是台新的生育老师，伊是一个原住民，伊带日本人，听起来就足奇怪。一个原住民带日本人，伊咧家己讲伊家己的故事，自细汉到大汉咧读册，永远拢互人笑，永远拢互人霸凌，就互人讲你就是原住民，你袂晓读册，你拢咧安怎啉酒。你拢咧食薰，伊家己咧做家己的见证。伊讲，因为安尼，所以踮伫细汉到大汉，伊就是所谓的问题少年。伊就问题少年，甲人相拍、啉酒、食薰，啥物拢来。到伫有一摆，伊带部落内面足侪人要出去打群架，伊做迄个带头的，伊讲吼，我喊1、2、3，咱做伙冲出去甲伊拍。结果即摆伊讲1、2、3，安怎？敢若伊家己一个人冲出去，后壁的人拢无出去。伊就互对方拍甲咪咪毛毛。转来厝的一直吼的过程中间。伊发现，过去以来，伊将伊家己的价值建立伫我身躯边遮的朋友，我会当带遮的朋友，我会当做头。但是到伫迄天，伊受人出卖迄天，伊发现，原来伫圣经内面有一个人嘛是即款感觉。原来踮伫圣经内面，迄个耶稣也是即款感觉。到伫上尾啊，受人出卖，互人钉死伫十字架顶。所以，迄一个月了后，伊心内底有一个决定，讲伊要做牧师。但是伊的功课真正足歹啊！伊的功课永远是足歹啊！伊嘛无钱，厝内底嘛无钱。伊敲电话转去甲伊的爸爸讲：“爸爸，我想要做牧师，我想要去读神学院。”伊直想讲，因爸爸应该会甲伊笑。结果电话迄边，爸爸甲伊讲：“我等即工等足久啊，无钱，我来去借钱。无钱，我就去借钱，嘛要互你读册。”所以踮伫读册的过程，伊真正真认真。伊知影伊已经落后人家真济，所以真正认真读册。嘛踮伫迄当时读圣经学院，交着伊现在的太太，伊的女朋友是一个日本人，拄对日本转来。交往的开始，女朋友敲电话甲伊的妈妈讲，伊甲一个原住民交往。女朋友的妈妈讲。你爱甲伊分开，因为原住民都是安怎，袂晓读册、啉酒，搁相拍，足侪负面的代志，搁拢走出来。但是伊讲，上帝真正陪伴伊生命中间两个天使，一个是伊爸爸，另外一个就是伊现在的太太。迄当时女朋友讲。若是爱我甲伊分手，除非伊真正讲伊无爱我，所以因安尼交往10年，到伫上尾啊，日本人总算感觉讲，原来原住民毋是安尼。
踮伫读册的过程中间，伊想要出国去继续读博士。伊的女朋友趁钱替伊纳补习的费用，一直帮衬伊，互伊英语会当进步，互伊当继续搁读落去。到伫上尾啊，伊转来到伫学校，成做一个新学院的老师。听这个故事的时阵，其实我心内底有足侪感动。有当时啊，看起来咱一直靠家己的经验，靠家己的开力，但是重要的是，上帝踮伫咱的生命中间。上帝踮伫咱的生命中间，面对迄个看起来已经无有意啊，看起来迄个无有意的时刻，伫这个老师的生命中间，伊的爸爸甲伊的太太，成做生命中间重要的天使，帮衬伊，互伊行到现在。其实咱每一个人也是同款，咱拢想要我靠家己，咱拢想要靠家己的判断，但是咱袂记哩。有当时啊，这事是无有意的，咱需要上帝，咱嘛需要去看见上帝踮伫咱的身躯边安排什么人，安排什么天使，互咱会当继续向前，因为人的心无有意，但只有上帝知，只有上帝会当医治。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首诗：无有通医的人心，心深若海，摸袂着，摇袂透，无药通医。人敢若看伫现实，我靠开力。离开公园，行远就走。树栽伫水边，抵挡炎热，赢过抗旱，保持青翠。无药通医的人心，只有伊知，只有伊带路，只有伊报应。对生命上深的所在，带咱行远医治，行远真正的幸福。咱要做伙来看圣诗216首。踮伫圣诗216首的时阵，咱今仔日又愿做一寡改变。第一节咱要照圣诗第一节来唱，咱来看第二节。第二节的部分，咱的歌词小改。人心恶测，亲像深海，摇袂透，摸袂着，脱离现实，无药通医，离公园受咒诅。搁出来第三节的部分，咱要将第五节刷来到第三节来吟。第四节，咱来看第四节。信靠上主，真有福气。那树木在溪边，上主栽头，人心归杂，伊引带搁医治。透过圣诗216首，咱搁一摆正做咱的回应，也通过咧吟的过程，咱来看上帝恩典。请咱做伙来吟。我是今作汉不提经靠上帝，真求世纪对起来，做罪就把经过行下济，好我家干人徛在。真是经过切至今就深海，又袂着梦袂着，脱离黑暗是无有他行义，
你孤困我甘受救赎，无可保结交我手提，无想再报给天。权能自古该属地上帝，照做个行甲无经期。辛苦小红主至今有好气，那手把客在亏边。上主在头人心归去早，伊已经带到高基地。咱同心来祈祷，监察人心的主啊，只有你知，阮每一个人生命中间的困难，所有的挂虑，所有的操烦。主那亲像你所讲的，人的心无药通医，靠着家己的气力，靠着家己的才华，靠着家己的经验，确实无药通医。但是，阮真正感谢，因为有你真做阮的主，只有你知阮生命的方向，也只有你知阮心内底上深的意念。踮伫遐，你医治阮；踮伫遐，你陪伴阮，互阮清楚知，行伫你的路，要得到真正的幸福。愿主帮助阮，互阮会当勇敢向前来跑走，互阮勇敢面对生命中间颠盘阮的即只乌狗，互阮赢过黑暗的溃烂。互阮行伫你的光明中，愿主甲阮三弟弟，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，阿门。咱要做伙来领受主的圣餐，请咱做伙来吟圣诗364首。欢迎属伫伊教会的陪餐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，因为我对主受业物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。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也通杯讲，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，今仔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恁逐摆食这饼、啉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，所以咱
点伫伊的名，咱大心来感谢上帝，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上帝，愿遵照你的命令，摆设宴席，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，愿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愿，也圣别者摆列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对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惠，对伫你恩典的帮赞，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。也会当成长伫你的恩典中，荣耀你的圣名。愿安尼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，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，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请咱的长老来服侍。这是主耶稣的身躯，为着咱所拍破的，咱就惊安尼来纪念伊，请咱同齐来领受。
吃了后，伊也旁杯讲，这个杯是生肉，伫我的血所设立的。囡仔啉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请咱的长老来旁杯。这个血是生肉，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我，请咱同齐来领受。恁逐摆食这饼、啉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咱三弟弟，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上帝，你监察人的心，你知管每一个人生命中间所有的一切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你无看阮的罪恶。你通过你的圣囝耶稣基督，为着阮定死点伫十字架顶，所流出的宝血，洗清阮一切的罪，互阮通成做你圣洁的囝子。主，当阮搁一摆甲你相坐倒，当阮点伫遮相分享的时，阮知主耶稣，你就点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。主耶稣，你逐日成做阮的气力，成做阮的盼望，互阮点伫每一摆，阮甲兄弟姊妹相交陪、相交通的时，见证你奇妙的作为，要引带阮得到永远的福气。
当坐点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咱搁一摆来吟圣诗364首，食这饼，饮这杯。咱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。请坐，咱来看几项教会的事工，踮伫遮来报告。即马拜三，咱做伙咧读马可福音，所以若是你有时间踮伫拜三暗暝，当做伙来踮伫山顶，甲咱做伙来读马可福音。煞只咱踮伫咱今年度的定期会员好会要踮伫2月27号吼，就是2月27号2礼拜后要召开咱本年度的会员好会，所以迄天是2场联合礼拜。所以，请咱的会员共同来注意。即马会员的名单已经公告踮伫后面，所以请咱来咱的小会员来做这个确认的部分吼。好，然后今仔日咱
举行圣餐啊，等下踮伫第二堂礼拜后，要踮伫咖啡屋来召开小会，所以请咱的小会会当来参加。啊，今年都过偌济时期的洗礼吼，所以咱对2月27号，应该是讲咱对即马开始会当报名，若是有要成人洗礼，还是小儿洗礼、健身礼的。会当对今仔日开始报名到2月27号，所以请咱同齐来注意遮个时间。好啊，后礼拜下晡3点，踮伫大礼拜堂，咱的教育部要办幸福讲堂，合神心意的家庭，邀请迄个吴慈恩牧师来主讲婚姻甲家庭的讲座。所以若是咱有意愿、有兴趣的兄弟姊妹，请咱会当来报名。搁刷来伊丽莎白照顾讲堂，踮伫2月26暗暝吼，咱教会女歌的青年本灵要分享伊诗歌创作的历程，啊特别嘛要邀请小朋友会当做伙踮伫遮来吟诗吼，所以若是有兴趣，咱2月27。好，啊搁刷来，咱教会公报社要踮伫3月初5早起10点要办一本新册的发表会吼，啊这是我手内底这本册吼。这本册叫做《齐声说阿门》，就是伊咧教导咱怎样来带领公道。什么叫做公道？就是大概是带咱做伙祈祷。啊，我想这本册我家己小读过，我感觉这是一本真好的册。无论是中职咧聚会，还是咱踮伫团契，甚至踮伫咱家庭中间，咱中文册内面真少有一本册好好啊教咱安怎祈祷。啊，所以我想。欢迎咱会当迄天早起3月初5早起10点，咱来大礼拜堂遮翻译的作者、翻译者啦，蔡明伟牧师要踮伫遮分享。啊，咱会当做伙团购，原价是320块，啊，即马若是甲咱办公室遮团购一本250吼，所以若是有兴趣的，请咱会当来做伙登记。但是我嘛提醒咱，看了吼爱练习才有效，就是看了无练习是无效的。所以看了后，欢迎咱交作业啊，会当交互我啦，会当交互我会当帮咱看咱的祈祷怎样会当哪来哪进步啊。所以内底是真正爱读了爱交作业，安尼才真正会进步，无干那读册是袂进步的吼。所以甲咱大家做一个鼓励啊，欢迎咱踮伫3月初5的早起，无论是咱中职的聚会的中职同工，也是敬拜团。要带敬拜的，其实都是公道吼，拢是带公道的部分。敬拜团也是咱每一个团契的会长，也是咱有兴趣的，欢迎咱会当做伙来参加，咱做伙来锻炼祈祷，互咱踉踮伫祈祷顶面会当得到进步。所以我做遮的报告吼。啊，后礼拜咱迄个李春生纪念长老教会圣乐资源中心踮伫2月27下晡有一个合唱演习会，所以嘛有兴趣兄弟姊妹，请咱会当做伙来参与。好，我做以上安尼的报告。好，咱做伙来吟上吟圣诗390首，学到天父万福本源，请咱做伙起立来吟。万福本源，权灵极大，真爱照尊。我都亚撒小挂罪犯，罪我中不将你忘宽。我都信心感化罪尽。受属灵力魂归真心，我都心悲心加信心，三一兄弟齐心齐心。阿门。做伙领受上帝祝福。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大家三地地对答直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
真济